最深刻嘅係數碼港嘅支持啦，同埋城市大學嘅支持啦，因為佢哋嘅支持唔單止係網絡啦，而最緊要係真係同錢銀有關嘅一啲支持啦。作為初創最缺嘅就係錢同埋人啦、網絡咁樣。咁而其實數碼港同城市大學香港 Tech 300都係提供到呢一個嘅功效咯，先至令到我哋可以持續咁樣行咯。知道屋企人唔贊成啦，即係有困難啦條路，跟住最尾 Cyberport 有 support 俾我，即係俾咗即係批咗我入 incubation 啦培育計劃，咁嗰度有50萬嘅錢啦真錢咁樣，其實對我嚟講係非常之重大嘅一個強心針咯。因為當身邊嘅人乜都唔支持嘅時候，機構即係無親無故嘅機構，佢咁願意即係信我同埋個 product， 咁我係非常之欣慰咯。呢個係呢3個故事入邊唯一一個正面嘅故事。所以我嘅目標就係喺2025年咧，直接做到一啲產品，幫到樂齡嘅長者啦。總之係呢一方面做一啲嘅人工智能嘅產品啦，確確實實落地去幫到一啲嘅長者咁樣咯。